后来继续来到宜兰，嘛是因为风台外围环流，加上东北季风强迫的效应，宜兰是变超大豪雨。 有袂少地头做大水，东山乡有一个涵坑，这个积水甚至超过60公分。大雨直直摔，黄色的风扫线救起来，就惊唔知影民众落入来发生危险，因为头前涵坑就要予水淹入去。我们右边这一块的农田也是出现了淹水的情况，这边农田因为排水宣泄不及的缘故呢，水是淹到了路面上这边，那水再一路蔓延到了一旁的涵洞里面。 这是宜兰的东山乡涵坑外口的蓝色标记，淹甲强要无看。另外一边的水位指示线，透早8点的时阵淹甲40公分，结果无到2点钟已经涨到60公分。那涵坑淹水，就连防止大水的道路嘛积水有够多。受到风风台加强瓣效应影响，台湾北部、东部雨水是有够猛，甚至宜兰阁要发出超大雨水的警报。 淹干那海的，唔那东山乡，连壮围乡的美福地区嘛未赴排水，农田嘛互大水淹去，水搁淹去哩，感觉家路。这安尼定下淹水吼？对，车驶过。哦，迄边面嘛已经拄溜哦。也那伫五吉乡立泽村基力干村长透早就叫封锁线，因为宜兰下大雨，就连五股圳水位嘛淹去哩路里。也那落冬的四维路道路较低所在，嘛互土沙砍掉咧。 车辆减速慢行，都惊发生危险。不过，嘛要提醒，宜兰的雨也未停，官府嘛宣布11号停班停课，就希望民众好好啊带地处理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